2003年被指定为市电高级的台南西市场，俗称大菜市。经过20几档的修复加景观改造，政府总共投入1亿7千万。立等各界拢在关心摊商当时回来时，21号伫乡亲见证市府盛大举办剪彩仪式，正式宣告台南西市场重新开幕。请剪彩。开幕以后的西市场不只保留传统的元素，嘛有2、3代新形态摊商传承。特别第一天领调的强强棍，加上真侪拢是少年人，除了成为文化观光新的焦点，在地人更是满心期待。它没落了好一阵子，你觉得说好可惜哦，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段，这么漂亮的建筑物，对，让它荒废那么久，终于今天。开幕了，来了好多的人潮，我觉得它就像一道曙光。过去终究是比较古老的方式在经营，那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走，这样的感受是焕然一新啦，是这样。年轻人进来，对。年轻人进来是觉得感觉还不错啦。为了让更加侪人知影100年历史的西市场重新开市，市府特别邀请艺人徐凯西，嘛是台南的查某囝来到宣传，同时甲市长黄伟哲以及所有民代贵宾同台推销市场内特色美食，欢迎大家来感受传统市场的再生甲延续。下，真的台南的观光产业让更多人来看见。我来的时候呢，刚好我今天忘了带袜子，我就想说，该不会这里就有吧？就真的有了一圈，马上找到袜子，所以这边真的是应有尽有。欢迎大家来台南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期待已久，我们西市场的重新 reopen， 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来了。我们要打造过去的西市场的面貌，过去西市场的历史，以及刚刚江老师所讲的这条线台江内海，大家都看得到。但现在的西市场就是台南的门面，也是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市场。虽然这无搁再是过去卖鱼肉蔬果的所在，不过新的特色餐点甲单位，善用历史的优势，要继续写下新的故事，嘛为后一个世代创造独一无二的生活空间甲文化记忆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